到云林的那内，2年前出现过一只白猴，也毋过去年就失踪了，讲真有可能去互掠去。最近伫一间生态园区的附近，佫出现一只小白猴，也毋过即只看会出来，哪像拄出世无偌久。特有生物中心的人员推测，应该毋是那内迄只，就惊即只佫互掠去。特有中心来呼吁着民众，讲掠猴是违法的哦。一只白色细只高山啊，伫顶那来爬来爬去，伫高群当中特别显目。一只白尔，要是拢是乌，拢爱噗噗就对啊啦。迄只有高水无？哦，足高水的咯。一只细只白狗，巴肚若枵啊，伊会随去狗尾身躯边要讨物件食。伊是伫云林斗六这座生态园区附近毕业者发现的，估计出世才2个月左右。这一只猴子我观察了，应该是蛮健康的，嘛足水也足够水了，很多人来看。2年前，伫云林的那内冇出现过白狗，不过伫去年，向阳全失踪去，传出可能是去互人掠走。即马佫出现一只单出世无偌久的白狗，伊的毛样非常古锥，地生中心嘛担心讲，惊去有心人掠去，因此呼吁乱掠高山啊会触发。除了研究跟教育以外，非保育类它也不能随便捕捉、繁殖、豢养、买卖。生态园区业者嘛提醒游客观赏时阵爱保持距离，避免被人攻击到，望他摕物件互因食，才袂互高山啊失去找食的能力。